有国一个青年农民曲耀进，把地园变作果园，用现代化的科技温室离地的技术来栽种着牛番茄、草萁啊，为家乡开创另外一种的特产。 鹿谷乡海拔悬，气候条件正适合种植柑仔蜜。真多年前，青农曲耀进回来故乡开始研究温室技术。那在温室的一个栽培的过程当中的话，我选择的是离地栽培，可以节省我的一个人力控管，自动的也给水给肥。 8年前，曲耀进无什么基础，就开始把家己厝内地园改造是温室，过程真辛苦。有鹿谷乡农会辅导，和青农朋友互相讨论，渐渐做个出名。伊嘛鼓励更多少年人会当来打拼。这个年轻人如果回来将自己的旧茶园再更新，而且用现代化来经营，可以增加收入。用这样技术栽培出来柑仔蜜，曲耀进若兼顾着家庭，嘛替鹿谷乡开创 无共农产品。